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青春变公道单元，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咱的台语辩论哦是哪来哪精彩哦，得到不少观众。咱讲哦肯定啦吼，咱看到讲少年朋友有影是理路介清楚，台语语言使用甲有够顺啦吼。啊嘛，呼吁观众朋友对这阵少年囡仔的这个脚步，勇敢用台语来表达家己的这个意见啦吼。咱嘛，搁一摆多谢讲遮济吼少年朋友做伙甲台语吼讲转来吼。今日咱将对着第19案公投北大选，公投主文，你是毋是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半冬内，若是期间内拄到全国性选举的时阵，伫符合公民投票法规定的情形之下，公民投票应该全国性选举共日来举行。精彩辩论，少年人来做主，即阵随来起鼓。首先来小解两队啦吼，即阵咱要先来邀请正方是阿明的正手边，是一日一八出来表达，先来欢迎正方第一边是咱中师大机电系学生洪启特，启特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方代表洪启特。好，也感谢第二位，咱邀请正方第二边是咱淡江大学风险管理甲保险学系王庭伟，庭伟你好。主持人好，对方的选手你好，啊，还有电视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方的代表王庭伟。非常感谢。第三位，咱们邀请正方第三边是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施文成。大家好，我是施文成，我今年21岁，即马伫东吴大学读法律。今仔日足欢喜的，当甲大家做伙来遮辩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吼，观众朋友一定多多支持啦吼。这是咱正方三位辩书。即阵咱们邀请反方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哦，因是读本科的，你讲对唔对？欢迎。你讲对唔对？阮讲的拢对。哦，阮讲的拢对啦吼。即阵咱们邀请到反方第一边是咱新学姐，学姐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反方一边新学姐。非常感谢学姐吼。第二位咱们邀请反方第二边是咱的林万清，万清你好。大家好，我是反方二边林万清。非常感谢。第三位咱们邀请到第三边是黄祖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反方三边黄祖兴。黄祖兴吼，这个听起来吼口音可能来自宜兰，是毋是？是。哦，小解你家己吼，为什么要来参加？来自宜兰本地，甲咱讲吼，这个处理讲台语的这个部分有济啊无济？其实嘛无讲介济啦。无讲介济吼，但是这回吼应该看起来真有信心吧？有啦吼 ，OK， 咱讲吼，这对吼是这个台师大台文系1年的这个学生吼，咱先来访问一下吼，先来请教学姐啦吼。听讲吼，因为咱顶回已经看到讲十部组吼，台师大台文系10部组啊，这回是努力的这个表达吼。学姐，你是上什么课啦吼？我是上惠明老师的台语口语表达课。哦，伫这个部分杀出2队来做一个这个表现，啊，还有一个个人的这个部分吼，拢总有7个代表吼来参加啦吼。啊，你感觉吼，这个台语本地，尤其是台文系6家拢讲恁是读本科的，应该台语无问题，敢是安尼？阮自细汉，自细汉无讲台语，我是来师大讲台语的。哦，1年啊吼，所以接触台语的这个敢若半冬的这个时间吼，甲台语讲看，但是咱讲着吼，会当读台文系，要甲吼台语复健的这个工课，应该放伫咧这个心里啦吼。非常感谢，即阵咱过来请教万清吼，是倒位人？婚林人。婚林人吼，婚林人吼，所以讲台语的这个机会应该比其他台北市的这个人加较侪。无啥物伫咧讲台语，但是希望会当用这个机会来好好练习家己的台语。是，啊，伫咧台语的这口语表达课内底咧吼，学到啥物？学到足侪物件，学到口语的表达。口语的表达吼，尤其若讲吼，这个表达其实要有真清楚的这个理路啦吼，啊，安怎甲一件代志讲好清楚非常重要吼。表达毋是干那喙好就好啦吼，思考嘛是非常重要吼。啊，这一边要来请教哇，正方吼，可能是已经是辩论的这个牛人牛手啊吼。先来请教启特啦，你这个拍辩论吼，尤其恁是个人组3个安尼组起来，这个合作上敢有一寡困难？我感觉无啥困难，因为阮拢有2位足厉害的队友，因拢帮助我足济。是，你讲你辩论的经验偌久？我感觉我差不多
3个月尔。3个月啦吼，啊，但是过去拢是用华语的台语嘛是头一届啦吼，所以这回感觉起来应该佫较无共款对无？对，不过我自细汉就拢讲台语，不过无就练长尔。高雄囡仔啦对无？对。OK， 自细汉就讲台语啦吼，即阵要甲台语讲好较清楚咧吼，啊，透过咱辩论这个方式吼，啊，共款请教庭委啦吼，拍辩论的经验，我看你应该是这个对你的上老手的，敢会当安尼讲？无，我边仔即个学姊比我佫加1年。哦，加一档啦吼，啊，你的这个经验是啥物？小可甲大家讲一下。我参加辩论社团的经验是对高中1年啊，参加到即马大学3年啊，差不多6年的时间安尼。OK， 6档的这个时间吼，所以咱讲这个伊叫你学姊啊吼，文心，所以你的经验应该是上济，来自倒位？我其实是为新竹来的，也毋过因为讲阮阿公阿嬷、外公外嬷拢是鹿港人，因自少年就来台北拍拼咯，所以我讲话可能有淡薄仔鹿港腔，请大家莫见怪。哦，这鹿港腔才是好听啦吼。咱嘛讲着吼，虽然这个阿公阿嬷吼住伫咧这新竹，咱讲离乡无离腔，然后这腔口也是保留着。咱讲这个腔口爱好好保存啦吼，这是你的这个上大的特点，上大的这个优点啦吼。非常感谢吼，咱即阵2队已经小解煞，即阵精彩辩论，咱真正要开始啊吼！啊，而且先莫遐紧张，咱放较轻松一下。我先来讲一寡这个规则的这个部分吼。咱今仔辩论游玩是分做是3个部分，第一阶段是申论，咱讲吼，第二阶段是自由辩论，第3阶段是结辩。先来小解第一阶段辩论的这个规则。申论是由正方第1位辩论员先来发表，随后由反方第1位辩论员按顺序正方第2辩，反方第2辩，正方第3辩，反方第3辩。每位辩论员发表的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进行第一阶段申论，先来邀请正方第1辩洪启哲，时间是4分钟，请开始。反方朋友你好，投票是民主的权利，互人民做主，用投票决定未来政策的方向。无论是大选也是公投，拢是希望社会百姓出门投票，表达家己的意见，是民主自由的展现。公民投票的意义，一方面是期待政府照人民的意见来管理国家，另外一方面是透过提出社会问题，促进议题讨论。咱认为公投白大选有3个好处：第一，公投白大选会使提升投票率。咱想看卖，若是核市场爆炸，这件代志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因此核能的议题有民主讨论的正当性。算落来看公投白大选，伫过去50%的公投底线降低人民投票的意愿，投票率愈低，代表民主的正当性无够，所以政府伫咧2017年降低公投的底线，希望会使提悬投票率，这正是说明政府希望公投的投票率愈悬愈好。根据过去的经验，2017年金门的地方公投敢若有24%的投票率，毋过过当公投因为甲大选同一天举办，所以公投的投票提升到35%。所以以今年将近2000万人的投票人数来看，这11%就等于是220万人出门表达家己的意见。第二，公投白大选会使省钱，人民用货官缴的税金，公投白大选会使省成本。咱的税金会使用伫咧更加好的所在。根据中选会公布的资料，2018年公投白大选一案，公投平均支出1.5亿，对比今年的公投无白大选，一案平均差不多4.3亿，相差3倍钱。政治学者包正豪就讲，公投白大选会使省4亿块，4亿块有偌济？大约是新竹市各中各小的学生啊，一档中昼顿的开销。甲公投白大选省落来的钱，互囡仔食饱，毋是一个搁较好的选择吗？而且做伙举办对民众来讲，会使互一般的人，也是迄个离开家乡食头路、读册的人，会使省去交通的费用，毋免加走几啊逝。第三，互人民看清楚候选人的立场。咱之所以参加选举，就是为了选出家己介意的候选人，互人有机会袂互无介意的候选人统治。而且伫公投白大选的时阵，
候选人嘛会透过公投的机会表达家己的立场，就亲像2018年丁守中会大声讲，伊支持反对同性恋的公投，希望会使争取反对同性恋公投的支持者来投互家己。这就是互选民找到一个理想候选人的机会。公投白大选会使互选民更较简单选择出家己介意的候选人，而且根据候选人伫大选以前的表态，人民嘛会使印证候选人伫大选了后立场袂颠颠倒倒。若是以凊彩跳票，选民就会使发现即个政治人物无信用，后摆袂阁投互伊。因此，公投甲大选同时举办，会使互人民照候选人的意见选出一个理想候选人。所以最后投票是你、我、国民甲政府之间的对话，爱靠所有的人参与，甲对候选人的信任。公投白大选是一个省钱佮省工的方法，促进人民参与公共议题，而且伫讨论议题的过程会使同齐找出共识，互咱做伙唱出台湾民主进步的歌声。谢谢各位。非常感谢正方第一辩洪启棣，即阵咱们邀请反方第一辩是咱的沈玉捷，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阮是公投白大选的反方，我是反方一辩。阮反对公投白大选，第一个理由就是讲混乱的状况。伫2018年9合1大选的10大公投案，大家应该阁记的。中选会明定4点要结束投票，毋过结果出现哪投哪开票，甲开票开到3更半暝，这个混乱的状况。哪投哪开票会有无公平的问题，就亲像是郭文哲对丁守中，迄时阵就是哪投哪开票。虽然投票所外口内底袂当使用手机啊，毋过民众会使趁伫投票所外口排队的时阵，收看网络开票，看郭文哲甲丁守中的票数倒一边较悬，就去投互倒一边。简单来讲，就是西瓜挖大饼安尼。最后，丁守中以3000外票输予即摆台北市长郭文哲。到即摆，郭文哲的正当性阁会互民众怀疑。第二个论点就是被考怪的问题。照当时的状况，足侪民众拢毋知影家己投啥物，最后拢变成咧被考怪，就清除进前的3好2歹，到即摆的4个同意、4个无同意安尼。造成公投变成国民党甲民进党冤家，阁有政党咧背后带风向，变成公投变成复数的状况，这根本就是毋是公投的意义所在。第三个问题就是公投白大选。过去想要公投白大选，是因为具发双利益。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双利益这个规定，就是下当投票的人超过一半以上出来投票，而且投票的人超过一半同意就会通过，这个门槛足悬。毋过，伫2017年的12月，立法院修改公民投票法，互公投提案的标准为选举人总数5%降加到1%，连续的标准为5%降到5%，而且阁会使电子联署。上重要的是，同意的票数到投票全人总额4%以上就是通过。进前需要公投白大选来冲关人气，毋过现主是因为标准的降低，标准已经比进前较低，所以就无白大选的必要。阁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主文是讲6个月以来的提案要甲大选白做伙，毋过8个月提案要后一年过来公投来投票，这就有一个无公平的问题。为虾米较早成案会较晚来投票，较晚来成案会较早来投票？这毋是足奇怪的。最后选举的本质是对人。公投是讨论政策甲方向，会影响的是咱台湾的国家发展。为以上讨论公投白大选，造成足侪混乱甲标准的降低，所以我方认为无白大选的必要。非常感谢反方第一辩是咱的玉捷，即阵咱要邀请正方第二辩是王庭伟，时间4分钟，请开始。各位好，其实反方今仔日反对公投
卖拔大选的理由真简单，只有3个。第一个是讲，2018年的时阵有混乱的问题；第二个是引起讲，阮公投若是甲大选合做伙，民众会唔知影要投啥物；第三个是讲，即马政府已经将甲公投的门槛降低，所以唔免去冲投票率。刷落来，我豆豆甲大家讲，我为虾米阮也是支持公投应该办大选。首先，对方讲即个投票的乱象，其实2018年会投甲22来的原因是因为迄当阵投票所开无够，事先无规划好，但是根据检察院后来去调查，近年纠正中选会公文就写讲，中选会明明选前开协调会的时阵，就知影讲2016年的大选投票人数甲投票数的比例已经真崩，嘛知影讲2018年的选举爱甲公投做伙进行，但是中选会又按照2016年的数量来设置投票数，所以尾仔造成有超过3000个投票数，选举人数超过1500个的标准，其中阁有800外投票数的选举人数超过1800个，而且更加罕古的是，调查中选会的时阵发现，中选会选前做的排练，其实有几6场拢是凊彩应付的，所以根本中选会就无好好啊排练，所以迄届会投甲遮尔啊乱，根本就是中选会家己设置乌白舞出来的。另外，对方一直摕2018年的资料来讲，2018年公投办大选足混乱，但是大家敢知影？阮其实2004年，佮有2008年的公投嘛是甲总统的大选做伙进行的，但是迄当阵的中选会有好好啊规划，所以迄当阵公投甲大选做伙举办，但是也无2018年这种混乱进行，所以阮认为其实2018年的情形是中选会家己的问题，其实阮只要好好啊去规划好好去就算讲阮投袂了，阮就较晚开票嘛袂安怎，所以我其实我感觉这个问题其实是会当解决的。刷落来，对方讲公投的门槛已经降低，所以唔免冲投票，但是阮认为公投本来就是阮希望搁较侪民众来出来投票，决定阮的未来，阮的政策。所以，阮认为，就算讲即马公投的门槛已经降低，阮唔免讲只有40%的人出来投票，最后无成案。但我认为讲，即马应该是咱要互搁较侪人出来表达，安尼对于咱的民主的基础才会较稳定。所以，阮认为，就算即马公投的门槛已经降低，但是阮认为，愈侪人出来投票，阁是一个愈好的结果，代表这个民主的正当性阁较侪。刷来，对方讲公投办大选进行的时阵，会有这政党的操作，但是其实政党这个操作，唔管是公投办大选，还是无办大选的时阵，拢会有啊。咱亲像1994年赵少康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嘛恐吓讲，你若是投淡水边，中华民国就会灭亡。啊，2000年总统选举的时阵，嘛有人出来讲投互民进党，阿强的飞弹就会射过来。啊，结果咧，到今年公投无甲大选办做伙的时阵，嘛是有人伫赖顶面讲，你若食莱克多巴胺的迄就是小弟吧。所以，阮认为这种抹黑、这种互政治人物操作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办大选还是无办大选，拢会出现。所以，阮认为这时间到，非常感谢评委的这个部分。这阵咱们要请反方第二辩林万清，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方的二辩林万清。阮反对公投办大选的提案。这个提案造成的上严重的问题，就是自公投提案的成案到投票这中间的时间是非常的赶紧。咱伫咧投公投的票，决定国家未来政策方向的时阵，咱拢会希望会当有充足的时间，会当了解佮思考迄个议题，确保咱做的选择是对家己佮国家的未来有上大的好处。
但是，这个公投的提案会造成伫咧社会内底会当讨论的时间上底到1个月，会当来审视公投的题目。但是，只用遮尔少的时间来讨论国家未来的方向是完全无够的。但是，一个公投的提案，伫表面上看起来无啥物问题，但是其实充满缺陷，伫无充分了解甲讨论的情况之下，都向公的通过啊。政府了要用迄个提案来立法的时阵，就会发生足侪问题，佫需要另外开成本来弥补当时的错误。用2018年的第12案的公投来看，伊的主文是讲要立专法来保障同志结婚的权益。这个法案通过了，政府需要为头开始一条一条立法，遐个法条嘛造成足侪问题。上大的问题是，同性伴无法度领养囡仔，嘛无法度使用人工生殖法。但是当时伫咧投票进程，咱会使有愈侪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亲像德国嘛有发生过同款的代志，伊嘛证明过另外立法是无通的代志。伫15年了后，搁另外投票，甲同志结婚的权利加入去婚姻法内底。但是当时咱有好好思考过这个提案会造成的效果，参考国外相关的经验，那咱都无需要开这个修复的成本啊。正好有一个论点是讲，但是公投白大选会当省一寡投票的成本。但是根据中选会的资料，但是单独办理公投，一摆爱开8亿5000万，但是公投白大选，以一摆的死案来讲，大约爱开7亿外。用公投白大选的制度，4年算落，会比现主是公投法定的一年选举隔年公投，搁爱加开15亿4000万。安尼算起来，其实是完全无省到钱的。正方阁有一个论点是讲，若是公投白大选会当提悬投票率，增加民主的正当性。但是投票率悬，敢就是代表民主正当性的提升？即摆的情况是公投甲大选脱钩，有可能今年投票率会比顶一摆搁较低。但是一种背景之下，选择不爱去投票的人，敢毋就是代表因无认为公投的题目值得因走一逝顶去投票？伫公投白大选的情形之下，遐个人家是顺线顶去投公投的票尔，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投票率是悬的，但是因对议题的了解，有可能甲顶咧背口快的程度尔。啊，你表面上的悬的投票率，敢真正是咱要追求的所谓的民主的正当性？伫2018年的投票，咱会使清楚的看到。公投白大选所造成的乱象，伫领票的所在需要增加一条领公投票的队伍，每一个人拢要领2摆票当2摆票，甲原本比起来，一个人投1摆票，得要开双倍的时间。因有足侪票爱投的，每一个人伫咧投票亭内底的时间嘛会愈长。这个状况会造成投票所外口排一大群人，足侪人看到外口的队伍遐尼长，甚至外头就走规气无爱投票。照这个情况看起来，公投白大选所造成的混乱，完全袂增加人民投票的意愿。安尼不到最后，又有可能会有加选举的投票率，安尼咪都是民主倒退路。非常感谢反方第2辩万清，即阵咱要邀请正方第3辩施文成，文成请开始。大家好，今仔日拄则反方一直咧主张讲，今仔日若是公投甲大选做阵投票，人民会变啊，搁较无法度足了解即款一寡议题嘛，袂变较有淡薄仔有理性。咱来看卖，敢真正是安尼？拄则对方讲，因为讲公投北大选会互讨论的时间无够久，所以刷来有一堆问题。要毋过咱想看卖咧，迄个时阵同性恋的投票，其实毋是伫咧1个月进前才成立的，是诚早就有人咧讨论啊。所以阮就会使知影讲，毋是因为其实讲即寡议题，毋是讲伊变做公投案，阮才会当讨论，是即个议题已经伫咧社会诚久咯，所以阮的讨论时间嘛足侪，所以。对方讲公投北大选后，人民会有搁较少的时间来思考，其实讲是一个错误，因为讲咱诚早就有咧讨论即寡代志啊。而且对方若是讲一定要有诚长的时间才来讨论讲公投北大选呢，对方是感觉讲爱偌久，这个时间才有够合理。所以来，阮来看对方拄则甲阮讲，公投北大选会互投票的状况足混乱的，要毋过阮拄则2辩有讲过啊。其实讲公投北大选的混乱，是因为讲中选会家己事先就知影讲，公投北大选的家己就有先家己无先准备好，所以即个问题其实讲应该是袂当怪互公投北大选的，是中选会家己先无准备好的。则搁刷落来讲，对方甲阮讲，即摆标准有降低，所以无需要讲，其实讲，阮感觉讲的代志是，对方拄则要甲阮讲，公投北大选会互人民感觉足讨厌，所以因颠倒无爱投票，
这是阮是希望对方会当先来甲阮证明讲，敢真正有即款代志。若是讲对方无证明讲，今仔日公投北大选，互人民投票的人搁较少，其实讲袂使讲，袂使用因的推论就直接证明到就直接证明到公投北大选的时阵，会互人民的投票率搁较低。而且阮遮有一个资料，大家来做阵看，就是伫咧2018年的时阵，有8成的人。有9成的人拢知影讲，迄个时阵有公投北大选，也毋过咱来看今年的资料是安怎咧？今年到11月为止，阁有5成的人毋知影今年要公投，所以讲，阮即摆就会使证明讲，公投北大选会互阁较侪的人知影有公投，所以因就会去投票。咱阁来随后来解说一寡，拄则对方有讲，人民无法度思考的代志，其实咱来想看卖，即个国家的价值是安怎想的？其实讲今仔日咱要投票的时阵，毋管讲你是啥物款的人，有一寡人就亲像一寡阿公阿嬷，伊敢若国校毕业尔，也毋过而且因阁会可能着听垃圾哦，凊彩袂药啊。其实讲伊嘛无啥物法度来思考，也毋过迄个时阵因行去投票所的时阵，选务人员敢会甲因讲，你敢若国校毕业尔，所以你袂使投票，因讲你无够理性。阮袂嘛，阮就知影讲，伫咧即个民主国家的价值是，逐个人拢会当来投票，逐个人拢有共款的权利，所以讲，其实讲阮感觉讲理性是重要，无毋对，也毋过嘛袂使讲理性是一件，嘛袂使一直甲大家，嘛袂使，阮嘛袂使甲阮的选民当做是三好囡仔。其实讲阮伫咧民主的国家，阮就是一摆一摆咧试验阮的选民的知识。其实讲民主到即马嘛，台湾的民主到即马嘛已经诚久咯，所以阮感觉讲，只要阮有较侪的机会来练习，阮就有搁较侪的机会，会当来互人民会当了解公投是啥物款的问题。搁续来对阮，这是阮家己的立场，就是讲，其实讲台湾较早政治有一个状况，就是家族的政治，老爸后生后生搁去小做议员，伫咧公投北大选的时阵，伫咧即摆的时代已经甲较早无共啊！阮即摆搁要看即个候选人伊的证件敢有甲阮的立场有合，所以讲即摆用公投北大选会当互即寡政治人物伊搁较愿意来表态，就亲像阮遮有一个好友伊的资料，伊伫咧2018年的时阵，伊就有讲伊无爱下电厂，因为讲今年嘛是共款有下市场的问题，伊就无爱表达吧，所以阮就会使。时间到，非常感谢文心，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三辩黄祖兴，祖兴请开始。最后，我想要阁重申一遍阮的重点：公投应该是一件独立的代志，无应该只是附属。正方认为公投北大选会当互投票率变高，毋过投票率变高，毋是因为咱阁较关心社会议题，经过思考了后投出来的，只是一个顺序尔尔。公投是法律互人民参与决定公共政策的一款方式，是权利嘛是义务。咱即马应该爱做的是，互人民管是经过思考了后投票，毋是一心只想要冲关投票率，阁认为这是一件好代志。咱认为安尼是毋对的。公投北大选会互人民的思考时间变短，因为除了爱思考公投，还阁要选择候选人。为2018年的公投北大选就会当看出来，爱选地方首长、民意代表，还阁要思考10个公投案，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最后就只会当背口决投票，这毋是阮想要爱的公投。啊，阁来是省钱的问题，其实嘛是一款附属的观念，其实就是认为公投毋是必要的。若是大家都甲公投看做是一个有家己主体性的投票，就根本袂想要讲要甲公投甲大选绑做伙。而且你无经过充足的讨论，就赶紧要决定的公投，刷落来会造成的社会问题所需要的解决成本，其实嘛袂少。那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公投案投了足侪摆的状况。公投北大选单看一摆投票，确实是会省着钱。啊，毋过若是甲伊刷落来需要付出的成本嘛加入来，就无一定啊。啊，过来顶摆2018年的公投，大家应该拢爱会记哩的。
有的选区因为未付投完票，所以造成选民哪看票数、哪投票的状况。正方认为这是因为选务人员问题才会造成这款的结果。毋过，咱是认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若是投票数无增加，爱投的票变侪，时间就一定会久长，顶摆的代志就会阁发生一摆。若是讲要阁开投票所，所需要的成本就会增加。若是无省到钱，敢有需要白做伙？最后，咱来看卖即摆的公投题目。简单来讲，就是只有大选前半年成案的公投会办大选，其他时间成案的公投就会甲进前共款2年投一摆。有的办，有的无办，敢袂互无共时间成案的公投有无公平的待遇？敢袂互大家拢想要前伫大选前半年成案，互2018年的代志阁发生一摆？公投办大选，到底是办大选、连大选、捆大选，还是缩办大选？两个性质完全无同的投票所要办做伙，毋但袂互公投的结果阁较有公信力，阁会互公投甲大选互相捆绑，最后两边拢做袂好。因为以上的原因，咱反对公投办大选。非常感谢，即阵咱第一阶段申论的部分已经结束吼。阿明替大家来整理一下吼，正方118出来表达者吼，讲到吼，第一点是投票是这个民主的这个权利吼，另外公投嘛是促进议题讨论，另外针对着大选吼，是毋是选出着理想的这个政府，嘛回应着顶回2018年公投有一寡乱象的这个部分吼，另外2018年嘛有一寡这个政治人物做一寡假消息的这个散布啦吼，嘛讲到公投。通伫咧非选举年来检验政府啦吼，阁有即个理性的讨论吼，到底是毋是消失去？另外反方咱讲，你讲的对毋对吼？针对2018年九合一大选的时阵，哪张票哪开票公平性，其实是向质疑哦。另外公投吼，伤济案拢用背口怪的这个方式吼，公投甲选举应该分开吼，这是反方的这个论点吼。另外咱讲公投案吼，成案时间介紧。无时间，互人民好好啊来讨论吼。另外，到底有省钱啊无省钱，伊嘛是提出着一寡部分。咱讲数字吼，来去做一寡这个证明啊。另外，咱嘛讲到转票吼，迄当阵排队是长啰嗦吼，降低民众投票这个意愿吼。即阵咱讲第一阶段申论部分已经来完全结束。即阵咱先休喘一下1分钟，唔免遐久啦吼，差不多30秒这时间，咱就好好来讲，要来进行第二阶段自由辩论的这部分，来考验着讲哇，恁的这个随思考的这个反应，你来等求福音，恁来随接，恁等求福音，伊嘛爱随接吼，这考验着恁的这个反应的这个能力哈，即阵咱就要好来介绍讲第二阶段自由辩论伊的规则是啥物。即阵咱讲到第二阶段，即个自由辩论发言无一定的顺序，嘛无限制几摆发言次数啦吼。由正方先来发表，发言结束了后，随换反方，时间若是开始了后，就会开始倒算。规定来双方辩论员不断交替来发表，一直到任何一方发表时间结束，另外一方会由上尾一名辩论员做代表，甲剩落来的时间用互煞。正反双方拢各自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即阵邀请正方先开始。好，反方朋友你好，咱先来讨论第一件代志。恁有讲到哪转票、哪开票这件代志，毋过根据咱的资料是讲，这种公投的乱象，毋是选务人员的问题，嘛毋是公投办大选的问题，这是中选会行政的疏失。因为若是你烦恼选务，阁有咱着增加投票所，增加工作人员，就会使解决即个问题啊。就根据监察份报告讲，因为这2018年的公投案甲大选已经有提醒讲爱白做伙啊，毋过中选会犹原真铁齿，无愿意增加投票所，所以才会造成即款问题。敢讲是毋是咱只要量早提悬投票所的数量，就无问题啊？反方请回应。中选会的主任就讲过，讲地方的选举需要19万人的选务人员，
若是搁加公投，要搁加10万人，这毋是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增加10万，毋是一个小数字，虽然听起来技术顶悬会当解决，其实足歹找到10万人。正方刚知影，咱台东市阁只有10万人尔。来，范峰，你讲一摆选举爱10万人甲19万人的，但是阮遮有一份资料，就有讲。其实2018年，阮成功招募到29万人，所以其实人是够的。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讲你一直强调讲公投选举的主体性的重要，但是为什么你会当接受立委甲总统做伙选，你会当接受市长甲里长做伙选？安尼做伙选的时阵，阮是毋是买？欠缺时间去思考，阮要投谁？为什么你袂当接受公投甲选人做伙选？来，范峰，请叶白仔讲话。你就是阮之前讲到的，公投甲大选的性质无同。公投是选你想要爱的政策方向，大选是选人。正峰。选人甲选代志有啥物无共款？你爱解说，毋是你干那讲选人甲选代志无共款，你就会当搭做伙讲。我阁续来甲你借问一个，今年嘛毋是有政党讲4个同意，4个无同意，安尼这甲2018年的时阵，人拢讲3个同意，2个无同意，这为啥物无共？公投北大选甲公投北大选毋是拢共款？你解说一下。范峰。这顶悬有写足侪公投甲大选无共的所在。阁有你讲，即摆公投北，即摆无公投无北大选，是有政党伫发口决，毋过咱是感觉讲，即摆无北大选，大家拢会想要背口决。若是阁北大选，会有足侪其他的代志会影响到伊的思考。来，范峰，你一直强调讲。大选甲选举是选无得共款代志，所以袂当做伙来讨论。但是为什么伊到底是倒位无共，互你袂当讲做伙来思考？就摕政治现金来讲，公投无受政治现金的限制，毋过大选就有。若是有心人。趁即个空房，安尼敢有法度解决？对方，你无解决，你无解说到即个代志。阮讲的是，你若是讲今仔日选人，里长的证件甲市长的证件拢会无共，所以讲你爱思考的嘛是2个问题。这毋是甲你政治现金，这完全拢无关系。所以我爱你解说的是，为虾米选市长甲选里长会当做伙选？你敢会当即摆解说啊？来，范峰。咱就是感觉讲选人的代志会当做伙来讨论，毋过选政策的代志袂使。来，我问你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咱18年公投甲大选做伙进行，但是18年的你敢要讲18年公投的结果是一个因为人民无经过详细思考，所以导出一个足歹的结果？你敢是要证明这？来，范峰。咱是感觉讲，因无足侪时间会当讨论，就亲像拄则里边讲的，迄个同性婚姻的提案就是安尼。同性婚姻的问题，我拄则已经甲你解说过啊。其实讲这个问题，我已经讨论诚久啊。其实是民众无想要理性去讨论这件代志，这甲公投北大选无关系。对方我阁问你别个问题啦，就是讲阮拄则讲政治人物，伊伫咧公投的时阵较愿意表态，伫今年就无爱表态啊。这个问题你敢有法度解决？来，范峰。范峰。今年嘛是有足侪政治人物有表态啊。你敢会当？阮摕后友伊的即个字来举，
2018年的时阵，侯友宜因为伊要选市长，所以伊表态讲伊反核能发电伫新北市。但是今年因为伊无要选市长，所以伊无选举的压力，所以伊就无去表态即摆的公投。所以你敢会当鼓励讲有倒一个人是伫咧选举的时阵，佮有无选举的时阵，拢有出来表态？啊，毋过宜兰县长就会出来讲伊反对啊，伊反对。好，我甲你讲，有一寡人伊是毋管公投还是大选，伊拢会出来讲伊支持对一个。也毋过有一寡人伊是袂，所以讲就是爱有公投即个压力，伊才会出来解说。好，正方时间到，即阵反方甲时间用好线，即阵还有1分57秒，来，好，万清，请开始。这个提案是毋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寡有心人挑工伫咧大选进程，挑工提足一个提案来乱大选，安尼大选的情形嘛会变甲更加的混乱。佮有3边拄则有讲过，2018年的其实2018年的全部的公投案拢是伫咧1个月进行甲成案的，但是伊讲其实这个提案足够进程都有人咧讨论啊。但是真正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用来关心遐个还未成案，有可能会变成公投提案的议题吗？来，咱有时间，有1分18秒，来，咱有一位队友甲伊用好煞，无咱邀请玉姐。吼，针对头拄啊，咱讲正方吼三个辩词啦吼，咱有1分18秒的这个时间，咱将咱的这个自由辩论的这个部分吼，咱甲做一个结束。阮拄则，阮的重点就是讲，伫6个月以来要甲大选白做伙是，真正是无时间会使好好啊，甲伊讨论。公投的意义就是要互台湾的民众会使有充足的时间，会使好好啊讨论，毋是安尼背口怪。为政党甲政治任务的方向，安尼黑白乱投，安尼是毋好的。OK， 上尾咱请教这个朱兴来。好，最后咱都讲中心一摆，咱的重点就是伊无应该是附属的。咱感觉讲公投若是甲大选白做伙，就有足侪人只会听政治人物还是政党的讲法就去投。因根本袂去思考伊背后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咱感觉讲安尼毋是一个好的公投。OK， 好，咱时间还有20秒啦吼，咱即阵就甲第2阶段吼，直接做一个结束吼。咱头拄有看到讲其实吼弹球要接吼，真正是较无简单的吼。咱嘛讲到这个思辨的这个能力啦吼，是豆豆来培养的，但是拢无要紧。咱讲吼，敢来遮讲，敢来遮挑战，就是咱青春辩公投上大的这个意志啦吼。咱第2阶段自由辩论已经到遮结束，即阵咱就要好好来邀请第3阶段结辩的这个部分吼。咱们来先邀请到反方性派辩论员来做结辩吼，再由正方来做结辩，时间共款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的结辩，朱兴，时间4分钟，请开始。就亲像阮伫头前一直讲到的，咱认为公投无应该只是附属。咱会当先想看觅你想要爱的公投到底是啥物款的。对阮来讲，公投应该是一个经过社会长久的讨论了后，人民会当清楚的了解通过甲无通过的好甲歹，了后选择家己希望的政策方向。毋过即摆公投就毋是安尼啊！以现主时的公投，就亲像是政治的附属。即摆无白大选的公投，也是会焦点，也是伫政党甲政治任务顶悬。公投本身拢无啥物咧讨论。那安尼白大选了后，敢若是讨论候选人就袂赴啊，哪阁会有时间来讨论公投咧？即马大部分的人也是认为公投只是一个附属的概念，是一个有嘛好，无嘛不要紧的投票，啊无就是认为顺续投一个就好啊。
咱即摆的目标应该是爱互大家重视公投即个会当直接表示民意的投票，互人民真正的声音，互政府听到，毋是阁只是伫追求投票率即款表面的物件。咱即摆应该爱开始重视投票的品质，毋是投票的数字。最后，我想要阁统整一个咱反对的原因。第一，公投毋是复述，想要伫公投顶悬省钱省时间，就是因为无认同公投的主体性。毋过，公投是一个会当直接反映民意的投票，就应该爱有家己的主体性，就应该爱有家己的投票的时间。第二，公投白大选的混乱是一定会发生的，爱投的物件变侪，时间就一定会变长。若是无要增加投票数，哪投哪开的状况就一定会阁发生。毋过，若是爱增加投票数，成本就一定会变悬。需要白大选原因就会减一个。第三，公投白大选其实无全部白大选，只有大选前半年成案的公投会白做伙，安尼毋但会造成无公平的状况。阁会互大家阁较想要支持大选前半年成案，互混乱的状况阁较严重。大家会当看卖即摆公投白大选的民调，愈后壁的无同意的人就愈来愈侪。这是因为大家经过了解了后，感觉讲公投白大选毋但无好处，颠倒歹处阁较侪。最后，咱认为公投白大选，其实是公投乱大选。毋但只是公投会乱大选，大选嘛会乱公投。公投白大选毋但会互人民无时间好好啊思考，公投案本身，阁会附其他其实需要好好啊讨论的议题去互伊闪过。咱享受民主的权利，嘛应该爱付出淡薄仔义务。公投就是一款权利甲义务，希望大家会当搁较重视公投即个会当直接表达民意的投票，搁较积极的参与公投。因为以上的原因，咱反对公投白大选。非常感谢反方做的这个结辩，感谢主兴。即阵咱要邀请正方结辩王庭伟，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对方今仔日一直咧讲公投白大选的时阵会造成选举的混乱，但是阮头拄已经用足侪时间来讲，其实18年的时阵的混乱，其实是中选会家己无做好家己的规划，所以伫04年甲08年中选会有做好规划的时阵，其实就无即种乱糟糟开甲哩哩啦啦的情况，所以阮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会当改善的。煞来，阮认为民主本来就是任何人，只要你有到法定的年岁，毋管你是无理性还是无理性，毋管你是了解公投还是无了解公投，拢会使去投票。若是对方认为知识甲理性遐尔啊重要，那安尼是毋是投票进前爱先甲大家做一个公投的考试，确认你是了解即摆公投的内容？才会当帮你入去投票，也是讲要找人来审查你的学历，看你初中无毕业，安尼歹势你袂当投。若是看到你是博士，你可能对即摆公投的题目较了解，安尼我就互你2张票、3张票。所以敢会安尼袂嘛？所以阮认为，其实阮嘛毋是讲理性无重要，阮嘛毋是讲理性无重要，阮要讲的是对方直接认为民众一定是无理性，一定是思考的能力有限，袂当伫咧共款的时间来思考我要投互上这里长，我要投上这市长，搁要去思考我这同学敢爱证明。我认为其实反方直接去讲咱人民的思考能力有限，其实是一个这是混住高高在上的傲慢。我认为其实
阮的人民无遮尔航慢，阮人民其实是拢有思考能力。看2018年的选举的结果就知影，其实阮拢是做了，阮拢是做了更较好的选择，阮拢是经过阮的思考才做出即个结果。所以因嘛无去讲18年公投的倒一个结果是阮无理性做出来嘛，刷落来。而且好野人本来就有钱，所以加买一张票，等去投票对伊来讲本来就无差。但是像阮即款经济能力较歹的学生，也是出来打拼的劳工，是负担袂起即种定转去投票的车钱，最后变成好野人会当投较侪票，这讲是反方想要看到的结果。退到最后，就算讲阮的投票的人。思考的时间较少，但是至少阮有较侪人去出门去表达，较侪人去代表的是民主的基础较稳定，代表是搁较侪人的民意。但是伫反方的世界内面，就算讲因有足侪因的人拢经过足完整的思考，但是。反方的世界就是只有少的人负担会去车钱的人会当转去投票，所以阮认为伫民主的这个观念内面，其实阮是希望更较侪人出来表达是更较好的，就算伊是了解一丝丝的问题，但是阮认为伊出来表达就是代表一个民意。刷落来，阮退一步来讲，就算阮投票。一定有风险，一定有人咧投唔到票，但这本来就是民主要进步的过程。阮即个摆投唔到票不要紧，后摆我记咧即个教示就知影后摆要安怎投。我唔惊一摆两摆投无到票，上惊是当阮咧做出选择的时阵，有人主动伫咧你面头前阻碍你去投票，互你连投票的机会拢无。即摆这唔但袂互选民进步，嘛袂互台湾的民主进步。所以最后我要甲大家讲，时间到，非常感谢庭委，咱即阵3阶段吼辩论已经拢总完成吼，先甲因鼓励一下，有影真赞啦吼。咱嘛看到讲吼，第1阶段、第2阶段、第3阶段块吼，拢会当看到讲哦，逐队拢总有真好的即个辩论的即个观点啦吼。针对着对方的即个反应啦吼，也是讲即个较优点的即个部分，咱来请教两边啦吼。要甲鼓励吼，甲对方鼓励一下，咱先来请教反方啦，先请教啦吼。即个学姐啦吼，你感觉对方你甲伊拍几分？你拍几分？你拍几分？80分。80分啦吼，你感觉倒一个表现啊真好，还是3个拢表现拢袂歹？拢袂歹，拢袂歹。我这边来拍分数一下吼，K 的吼，你甲对方拍一下分数。我嘛感觉80分。80分吼，拢是真精彩的这个辩论吼。咱嘛讲到这个80分，咱阁有进步的这个空间，就是这个20分啊。咱讲吼，透过这回台语的这个比赛，咱阁来请教庭委啦吼。你讲你过去拢是拍华语的这个比赛，台语辩论真正也无简单吼。嘿，无简单。我嘛拢向我台语讲较做航班。OK， 你即阵甲镜头吼对阿嬷讲一下。你完成啊？阿妈，我完成这摆台语辩论啊。哦，所以下摆吼，就会当讲哦，阮后生啊，阮孙啊吼，伫咧台语台有做吼，伫咧台湾省界有做这个辩论吼，真正进步真济啦吼。换这边万青啊，有要甲处理的人讲者无？讲我徛伫这个舞台，我真正无简单。我真正无简单。有影吼，你真正无简单吼。来，过来请教文心。哦，真正的，你嘛讲到离乡无离乡啦，头拄仔咱听到这专腔、鹿港腔吼，介好听啦吼。安尼表达起来，真正甲华语的，佫较无共心。吓，而且今仔日徛伫舞台顶嘛，有淡薄仔紧张啦。哦，紧张伫咧倒位？就是阮因为讲真侪镜头拢对咧阮翕，所以我感觉讲有淡薄仔紧张，这是阮较早辩论袂有的经验。是，但是吼，哪徛起哩哪在打啦吼，咱讲有即回这个电视的这个经验，未来吼可能会当佫较开阔啦吼。上尾佫来请教吼，这个主兴吼来自宜兰的这个部分啦，有想要吼，甲这个学校老师讲，尤其是台文系啦吼，你会当徛伫这个舞台，非常这个无简单。就多谢老师会当甲阮斗相共无
阮应该无法度完成即摆的辩论。哦，真正吼，会当看到讲，伫老师的这个帮忙之下啦吼，啊，伫遮真正无简单吼，透过这个台语的这个口语表达，啊，这边是个人组的这个组队吼，又搁较无简单吼，练习的这个时间可能透过网络也好啊，透过电话，啊，伫遮会当做一个完美的这个呈现，真正是爱甲恁恭喜啦吼，嘛甲恁恭喜啦吼，未来拢是掌握着咱台湾未来重要这个精英，拢徛伫咱台湾新眼界青春变公道遮啦吼，咱上尾啦吼。爱好好邀请恁来台前吼，互观众朋友看较清楚咧。非常感谢咱的这个 KT 啦吼，KT来徛出来，非常感谢，多谢，嘛感谢学姐，多谢台视台1年哦，这定位这老手啊，然后多谢，感谢万清、云林人，感谢文心，多谢，感谢朱兴来自宜兰，咱向观众朋友说一下多谢，感谢。哦，嘛，搁一届向对手吼问安一个非常吼。真。